克利亚的木匣子。科利亚의 감총。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欢迎收看《快乐汉藏语》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。老主座，今年老大了几把干数个，但俺这老的很低音，他妈的老的公民弄的能想就这些。下用坦克，坦克，탐코르，长处，长处，让恰，胜利者，胜利者，jal卡通看，谁善于把别人的长处集于一身，谁就会是胜利者。谁善于把别人的长处集于一身，谁就会是胜利者。没所以人家让恰的让了连头呢，没得了加卡头就是。没所以人家让恰的让了连头呢，没得了加卡头就是。好了，同学们，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所要学习的新词语、新句子吧。呀，老主座，刚刚今年的电力拿这个用具别，他年当七三八了几大啊？面积三八，斧头，大热，手锯，老鼠，玩意儿，再去。斧头和手锯都是科里亚喜欢的小玩意儿。大热当老鼠呢，科里亚去干些再去的。洛登，你小时候有木匣子？罗丁，圈圈对钢圈而已。有呀，一个旧匣子。耶啊，钢枪你怕是耶？那时你喜欢装些啥呀？对对，刚弄这绿的啦干的。我装了土块、木块什么的。你钢枪弄了啥都当黑洞的路耶？我们来看看科里亚装的是什么。俺在科里亚伊刚弄了这绿的吉他啊。他装的是冰鞋、小斧头、手锯和其他玩意儿。佢刚弄了黑浪当大的老鼠，他们再去人把蒙包路耶的呀？他喜欢那些玩意儿吗？佢再去对的啦干了的。当然喜欢啦。嘎当嘎。好了，同学们，看完了这段情景动画，你们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是什么吗？呀，老主座，我认得了的词语就是大牙子，第二个名字三倍个搞定了几大。他念这些。斧头，斧头就是斧子。大人呢，很这些拉恰西拉些。手锯就是一头装有手把的短锯。老鼠呢，那几啦也话越比手来抢个西拉些。玩意儿这个词儿有4种解释，在今天这节课中，指的是玩具、赏玩的东西。再去呢，再么这些就有些拉些。同学们，了解了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、新句子，现在让我们共同来读一读吧。老主座，第二个名字三八的呢，老中些杂技，大家今年的进展啊。
伦敦下酒，斧头，斧头，大热，大热，手锯，手锯，老鼠，老鼠，玩意儿，玩意儿，再去，再去，斧头和手锯都是科里亚喜欢的小玩意儿。斧头和手锯都是科里亚喜欢的小玩意儿。大热当老鼠呢，科里亚去干些再去热。大热当老鼠呢，科里亚去干些再去热。骗子怎么做啊？老朱错，对人个名气沙巴那黑爱群，大根就话你做嘢，切错了就黑连着的。我个他年道理，再去黑把的公园咋个？切去上路去动你连着。呀，老朱错，切去来用大把的工人。C， 再去，要熊连着送。同学们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。老朱做，大家注意对热路边他年沙巴的到下种这些。斧头，斧头，斧头，手锯，手锯，手锯，玩意儿，玩意儿，玩意儿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，让我们来共同书写一下吧。对人我注意他年沙巴个种的，大家今年的禁止去打啊。大热。老鼠，再去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再见。老朱做，对这个路径的年长下来人打的目击。